或中国西龙嘅一份甲，或离西洋嘅陈天国，同或阿三哥太叔婆嘅流行琴，喺度nun拜上下二個無人唔地位前輩漫畫家如係新竹人。新竹縣政府爭取到交通部觀光局101年度嘅國際觀光魅力景點示範計劃補助，利用內灣支線嘅9隻車站1線9億，將會打造台灣漫畫夢工廠生態園區，來做新竹縣發展觀光嘅主題。冇想到去年6、7月的第一隻園區合興愛情車站開園過後，許多人認為冇動漫特色。今年2月的內灣動漫園區能開幕，但日本的動漫反彈韓國大陸。漫畫家流行琴如直接講，讓日本同中國的太多嘅本土嘅等都看唔到嘅。我除了保留前輩嘅經典作品，想要打造漫畫家嘅故鄉，運用嚟來做呢？來看我哋嘅報道。幾群小朋友行入內灣動漫園區，當歡喜遇到動漫人工嘅盛況，讓媽咪嗨，更娘嗨。內灣動漫園區係新竹縣台灣漫畫夢工廠計劃第二部分，對前年起時，新竹縣政府開始整理由27.9公里安長嘅台鐵內灣支線，為規劃嘅作動合興同內灣規劃嘅生態園區，其中合興愛情茶頭和去年5月嘅開業，內灣動漫園區喺趕到過年期間開幕。我們新竹縣為了發展我們的在地觀光，那我們特別思考到我們台鐵有內灣支線，在我們的一個場域裡面。那為了發展我們一線9億，所以我們打造台灣漫畫夢工廠，作為我們新竹縣發展觀光的一個主軸。各位長官，請檢查，掌聲鼓勵好不好？掌聲鼓勵。既然要做新竹縣觀光發展的主要方向，內灣又係台鐵支線的親密站，地方政府希望加添動漫新生命，內灣觀光產業做得發展到下較好。台北民俗文物館也係兩下規劃按照動漫園區嘅地方，設定內灣動漫園區，因為過去一年差不多有200到300萬來觀光客，那度內灣，總之看嘅老街呢度等等。雖然係隻客家小鎮，但是呢，我希望講多加多元素進來。因為內灣本身它是一個老街，它是一個舊的一個小城鎮，那我們希望借由我們新的元素進駐之後，我們能夠打造一個新的創意，讓遊客，因為內灣是一個觀光景點，讓遊客來到這邊有新的感受、新的體驗。為了配合日本有名嘅漫畫生周年慶祝，內灣動漫園區也加添嘅新元素，係用日本嘅動漫為主，台灣嘅新興動漫角色來聽。現在園區主要係賣商品同食品，去過台北動漫展迎客，落日參觀過後有點失望。感覺就是少了那點味道。哪個味道？就是比較少人會來看，就是東西有點少，應該要有那種像那 cosplay 那種人在旁邊走動，比較會吸引人潮。邱進成那個不看訪問邱進成前3萬。今年82歲國寶級漫畫家劉興琴對等邱建波講，這樣是新竹縣長侯江順為了爭取交通部觀光局國際觀光魅力起點示範補助和長期批定去，劉興琴嘅聽聞而同內灣聽打造動漫嘅環境。假如是人長親愛從去，開會時觀光局會開會。還是配套去要求本土嘅漫畫家出頭天啦，有隻機會本演你啦。果然按何況，我哋新強都打造1線9億，國際漫畫村安樣來啦。那這個場館裡面，我們分成3大部分。第一個部分在1樓看到的是一個主題餐廳。第二個部分，在1樓我們還另外設一個伴手禮區，那樓上的話，我們就是有關一些最夯的一些動漫產品，我們的一些商品的展售區。
新竹县本来台湾本土漫画大使故乡，将会由台湾漫画梦工厂的计划，我对理想都设计做出来，一枪有到手掌。同内湾动漫园区，单单係國外動漫，完全看唔到本土大使的作品。我係就老人講了反映啦，哈，老新竹人就反映講，也過去重視我哋本土啊，唔好講本土啊，像葉宏甲、陳定國。全冇睇戲啊！你係頭擺，因為有你人多沙，講究你嘅理由係先強烈，個經費都進進啊！啊，進進裝下來啫，呢兩樣就冇辦啲，該做唔得咯。古所以你要辦法個反彈你嘛。之前呢，还有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引进日本的火影忍者、日本的西川伸司？那这些其实都在国际上，它有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那我们国内以往在这边的成功案例较少，所以我们希望说，从国际的角度，从跨国的相关的一个专家漫画家成功的经验，能够来引领我们在地漫画家有一个创作方向。本土漫画家第一係本來做出漫乃係日本同歐美動漫，係唔係行可以喺延期來帶領？咁樣當出現起面，學本動漫嘅新人要行卡到機會咯。上咗內灣出探礦同強羅，對河港景行到沒落。民國89年，前瞻這樣時係同美國流行劇恢復內灣老嘅河港景，只唔過按多年來，除咗內灣茶頭別行阿三哥、太叔婆同調行啲嘅老嘅行一條經典漫畫人物，見來見少看到嘅。有台灣都一個，因為台灣啊，前台部分人啊，看阿三哥大嬸婆長大的啦。有感情啊，你啊，台灣人體育會講用漫畫來打造啊，它這個很稀奇啊，他們表現都要看哦，非常看上哪樣去啦。我們在民俗物館的對面，我們也成立一個劉興清漫畫主題公園。那希望說我們在地的漫畫能夠跟我們的動漫能夠做結合。遇到貧富反彈的上，同保留本土漫畫元素，新竹縣政府今年同內灣動漫園區正對面起一笪流行劇漫畫主題公園，後續嘅規劃嘅天意同第3期動漫上草案。第3期就是我們劉慶清老師，大街小巷都要有他的沿街都劉慶清老師的這個他做的做的蠟品啊雕像的成品在那裡。使得整個能夠反映出來。現在好像是配每一個車站配一個不相關、跟我們毫無相關的人說，就是他的弄的，結果根本不搭調。你一個地方要打造，又不應看，又不應來看，又歷史性，又故事性，又個進息性，又多少要故事牽連的戲，講我有意思啊。我看着它蓋鐵路，我看着一直鋪到這邊，開通到這邊，是民國39年，40年到內灣。哈平站係新竹體內漫畫夢工廠嘅園區，就算喺平常時來了人下行喺東道，也特別本來係為咗在殺火氣嘅，這樣事情特別殺嘅係專利是插頭。哈平愛情插頭同半個世紀前是發生一段菊火茶愛情故事。我高3上學期月考那一天，我睡得太遲，火車開走了。我從這邊沿着鐵路跑到下一站追上火車，很多年，那個女孩就跟我結婚了。對，我們有3個孩子。火車頭嘅合動漫應該用嚟做喏。係咪要請行較多嘅漫畫家來發揮愛情？鄭春秀對哈平站有濃情嘅感情，咩聲音讓火車頭有閒不來做志工，竟認為愛講哈平係動漫園區，還不當講佢係廢棄火車頭。放幾本漫畫就說動漫，這樣太牽強了啦。我想客人不是為了漫畫來的，他是為了這個車站本身就很溫馨、很美。這個故事大家古時一而再再而三，抬槓音一直傳了以後，人家覺得核心站很有味道。
这里的气氛。因为漫画感觉不适合这边，因为这边的气氛真的还不错，很有浪漫的感觉。这边是情人来的地方，不会有就是带着小朋友来看动漫展，所以比较少。用女湾直线做发展的方向，台湾漫画梦工厂同合协女湾高校下二站合作动，按生活同今年年中开演，完成前后一只延期。作动动漫延期渐渐的一夹动，迄套作动火车头量顺，每一场会系免接青台，请数年其他延期。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会在竹东动漫园区。那竹东动漫园区会分成2个区块，一个是西区，一个东区。那西区目前也已经接近完工了，那现在已经做最后工程的收尾阶段。那我们的进驻厂商9亿也已经遴选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推动我们魔法森林竹东动漫园区，它会结合生态、旅游还有创作 DIY。台湾呢，在漫画产业里面，其实实际上它是没有产业化啊，也没有整个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也是试图希望我们的动漫园区去做扎根的计划啊，所以我们竹东动漫园区有个理念，就是叫竹东魔法森林。那魔法森林要变那个拐嘞哈，走那个东西以后，那走的是黑到故事有关系哈。这边就招商的部分。那这边的2楼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有展览，那也会有一些就是动漫的 DIY 教室。嘿。咱有现喺作动出色终身台漫画家，各个作品延期度万奈都有。比起客现站的怀旧风，女湾动漫延期的商品化，作动延期未来想对教育做意思，用常态化动漫教室，希望传统、生活合作同动漫创作变作新时代的动漫故乡。你是讲，因为跟你心中人跟你拼命嘅去做呢件事情呢，哈，开始呢一个团队啦，信州人政府嘅功课嚟啦，哈。就是讲，用慢来来推广出去，用慢来行销，吼，用慢来计划咧是当重要。该按照啦竹东动漫园提重要嘅计划是在地化、国际化。台湾也千不就做在地化，要打造起漫画故乡，国外有当到成功例嘅。比如说银行门口史努比在数钞票啊，这个邮局门口史努比在送信。这个卖吃的史努比在端菜等等，好多游客就是为了去看每一个店家门口的史努比，造成轰动。所以明尼苏达的州长他没讲话，他说没有说请你到明尼苏达来吃我们的玉米啊、黄豆哈，他没有这样讲，请你到史努比的故乡来玩，是不是？每一个乡镇的一个那个叫临界点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漫地标那这个地标就代表这个乡镇了。那这个乡镇我举例好了，如果是刘欣欣老师，他就是大山背内湾的出身的漫画家，非常代表。那他就可以透过新创的一个漫画的方式来去讲整个内湾的故事。喺打造漫画上，检采请喺国外动漫作品，三无本土嘅，结局上到真厉害嘅，行喺台湾嘅文创能力。本土嘅先游戏咯呀，是有希望嘅。你看全世界讲提倡文创，文创提何用？漫画，你点何用是漫画。所以你要有文创，也首先培养漫画家。唔喺别行贴图买到商品，做一只动漫延期。其实做漫画梦工厂有当多面目嘛叫做包含彩体特色、对色作、黑行料同历史文化结合。看那国外上下自家研究本土嘅漫画家，培养新人，等技术分享奇才嘅，而做梦工厂未做不难。